醫院即馬超高齡化，健保署宣布，佇厝急症照護計劃內底新增加提早出院的模式。只要醫生評估病情穩定，就會使提早出院，安尼會使減少住院的時間，提升病院照護的能量。也若醫師人員訪視的費用，嘛會來調懸。伊對伊諮詢代替病院急診活動早期舉行，現場會當葉公量血壓。急診包含衛教疾病預防等項目吸引大部分民眾，民眾健康意識抬頭，閣進入超高齡社會。健保署宣布擴大載體急症照護計劃，未來無個限定感染症，病況穩定患者經過醫師評估，就會當提早轉去接受載體醫療服務。過去我們的這個在急症是有限肺炎啊、尿路感染，還有那個軟組織感染，那這一次的提早出院就沒有限制，那麼長的時間住在醫院裡面，那這樣可以提升我們這個醫院的服務量了，然後個案也可以在一個比較他熟悉的環境接受治療。醫師員的那個費用調整，就是我們針對所有的在宅的這個急症服務，我們都增加5% 的給付。鼓勵醫療量能到厝，若佇厝檢驗由醫檢師執行，增加的給付下為20%，調整到40%。健保署指出，提早出院模式已經在5月實施，經過醫師評估病情穩定者，會當提早出院轉去，也會當門診方式接受靜脈抗生素治療。對醫療遺產疾病，也增加品質獎勵金，達標者每安獎勵3000點，希望兼顧醫病兩邊，也確保急症照護無中斷。醫界肯定載體醫療是國際趨勢，驗過載體設備，加增加鼓勵醫師人員會當個精進。在家進行這個治療的項目能不能再增加？那設備能不能再提升？那這些要導入呢，就是有費用的問題，個人出診，當然還包括看診費啊、交通費啊、等等，這個，所以這些費用，目前有一部分像交通費要由家人來做支應嘛，那但是交通費的部分呢，其實家裡也會做一些考量。健保署統計，載體急症照護計劃1813年7月實施以來，到頂個月底，已經有8000多間醫療院所參與，累計服務約8000人次，有約9成病人順利完成治療。這擺現在閣擴大服務量能，估計閣投入9000萬預算，鼓勵醫師人員親自社區。記者綜合報道。